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華強電子世界深圳怡店3樓 Q 區個誠信智能金鋪頭個肥仔。相信咧有好多人過嚟華強北嗰時，都可能有同我買過嘢，亦都有可能係見過啦，係咪？其實我都係啱啱嚟到，都做翻呢個短視頻啫。咁咧，首先同大家講一句，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新一期個視頻。其實呢度咧係有啲嘢想同大家講下。即係以前有人講過隔離間鋪頭咧，同埋咧嗱，人哋點解個價格比你平啊？人哋啲貨點解多過你啊？係咪？其實點講好，人哋賣咩貨賣咩價錢，我自己係知嘅。我個價格對比起市場已經係好透明嘅啦。我都亦都唔會話好似其他人咁嘅俾你試隻，跟住攞第二隻貨俾你。放心，呢啲人唔會㗎。如果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話，你可以翻轉頭揾我。喺我呢度買嘢係所有你買完之後你自己拆開試下，覺得啱冇問題，跟住我兩隻試用機同埋拆出嚟嗰隻新機兩個俾你試埋，覺得一模一樣咁就 OK，你係買走。如果覺得唔同嘅話，你可以完全唔買嘅，因為價格透明，品質透明，我覺得亦都唔會話去試 A 攞 B 啲貨嚟呃你，係咪？你哋買嘢亦都唔會話好似以前咁嘅俾人當水魚咁劏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又同大家帶嚟一隻新產品。就華強北個 AirPods Pro 3呢個係目前嚟講華強北所定義嗰個名字係叫華強北第8代，即係最新款嗰個，上個月先出嘅。咁跟住咧就應該同大家演示下呢個係即係佢點樣操作。蘋果手機嘅，你睇依家蘋果，跟住咧我一開蓋完之後咧，因為我手機能力太多，開蓋完之後咧佢有個彈窗彈起嚟嘅，係你睇。咁咧，我哋係通過連接，稍微等陣，等佢連接上去先。好啦，咁佢連接完之後咧，佢就係自己可以自己舉面嘅喺呢個位置。大家睇呢個位置。嗱，同埋咧，佢係支持一個語音輸入，你睇。華強北第8代。嗱。華強北第8代，佢咧係有咁嘅功能。你戴一隻耳上去咧，佢就通透模式。如果係依家，因為佢有個入耳檢測嘅，兩隻耳如果戴埋，佢就自己共數啦。咁咧呢隻耳機佢主要個特點係乜嘢咧？第一，佢係採用嗰個紐扣電池，即係我哋以前嗰啲圓碌碌嗰啲電池個電池續航時間係比較長啲嘅。佢可以達到8個鐘頭通話時間，或者聽音樂都可以話有6到8個鐘頭。咁跟住有第二個咧，佢嘅特點係乜嘢？佢就係你打電話嗰時，無論你手機係距離你1米又好，半米又好，佢對面同你打緊電話啲人咧係聽到呢個電話聲，聽到你嘅人聲係好清嘅。無論你坐緊地鐵咧，定係出去街邊玩啦都好啊，即係話係冇有任何周圍啲噪音。嗱，呢個位。大家見到未？呢度咧係有個觸摸點嘅，同蘋果正版一模一樣。佢話戴上耳咧，sorry， 佢戴上耳兩隻耳一齊戴埋，或者戴埋一隻耳嗰時咧，佢就可以通過呢個掣咧去調整即係推聲音、推上即係推大聲、推細聲。咁跟住咧，佢點擊佢係可以切歌同埋接聽電話。佢仲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非常之友好嘅功能，即係。無論邊個通過 WhatsApp、微信或者係其他渠道發信息俾你，佢有一個播報通知，即係話嗱，比如咧，我依家有朋友發到條消息俾我，佢係咁顯示嘅。乜水即係邊個家下就通過乜嘢？通過微信發咗一條消息，消息內容係你好，佢係有咁嘅功能。同埋咧，你有人打電話過嚟俾你嗰時，佢亦都會播緊。你個朋友打咗電話俾你，係咪接聽？呢個特色係最好嘅，因為咧無論你咩環境之下，你都唔使話我攞出部手機我同睇到邊個打電話過嚟啊，係咪？咁好，第二個咧，我哋係講翻佢個做工。佢呢個做工咧你睇，我近啲俾大家睇睇，係同正版係做到1比1嘅，同埋入邊耳機入邊平板都有，可能有呢度光線問題，變得唔係幾清。嗱，同埋咧佢係呢條縫都幾細嘅。而且係你平時如果係中意打遊戲嘅情況下咧，係最好幾隻。連續點擊5下可以去調整一個遊戲模式，跟住佢呢個咧有個特別啲嘅軟件，自己有個 APP， 你可以選擇下載唔下載，其實都唔影響呢個去使用嘅。
你睇就叫呢個過嚟試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呢度咧就選擇設備，有個 CC 鋪喺度，佢可以檢測到係粵府咩芯片嚟嘅。咁第二個咧，我哋係可以喺呢度呢個軟件嗰度自動入耳檢測啊，或者調整音效啊、多聯動啊，乜都 OK 嘅，乜都冇問題嘅。佢係可以同時接埋2部手機去使用。咁好啦，呢個咧係帶俾大家嘅福利嚟嘅。首先咧，我哋呢款耳機係目前嚟講市場最頂配嘅，俾到大家嘅價錢咧係粉絲價，即係139蚊，都唔使話又收你180蚊啊、150蚊啊，咁大家嗌價嗌得又辛苦，就直情俾到你一個價錢，算啦，138蚊啦，剩翻啲好意頭。我都係啱啱嚟到呢個平台做視頻，希望咧大家可以點下關注、點下訂閱，咁跟住如果係有咩唔識，你都可以自己私信我啫，或者我視頻後尾咧係有個聯繫方式可以添加嘅，無論你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係揾我攞翻個地址，你自己過嚟我動下揾我都 OK 嘅。咁好，拜拜，今期視頻就係咁。